今次中山珠海自由行，第一、第二日去咗中山，未睇呢條片嘅可以睇返。而家第三、第四日就去珠海，第三日喺中山亞朵酒店食完早餐，大約11點鐘就 call 車去珠海。今次 call 車4個人一架車，又帶住行李，因為車程都比較長。call 車嘅時候就揀咗優享呢個款式，車身會比較大，4個人坐會舒服啲，最緊要係擺到多啲行李。價錢相對就貴啲，大約人民幣140蚊，4個人分都好抵坐。行車大約1個鐘就去到富華里。今次入住嘅酒店就喺富華里隔籬嘅柏爾曼，屬於5星級，揀佢因為方便，因為夜晚我哋會喺富華里食飯，酒店亦有泳池、健身室，都可以享受佢啲設施。今次我哋入住嘅時間係星期日晚，房價就比較平，大約600蚊包埋早餐，以5星標準嚟計，價錢唔算貴。佢哋正式嘅 check in 時間係2點，check out 就係第二日嘅12點。我哋12點零鐘到，佢哋都俾到房我哋。訂房嘅時候注明咗有一位房客生日，呢間5星酒店都可以同間房做佈置，又會送一個蛋糕俾我哋。朋友見到呢個佈置都好開心。房間望出去就係富華里同埋周邊嘅商業大廈，景觀都算係開揚。呢間柏爾曼酒店喺2014年開業，到而家已經有超過10年嘅歷史，可以見到佢同新酒店嘅分別。廁所同埋浴室、洗手盆都起埋一個空間，比較傳統，唔似得而家啲新酒店有部分係開放式，特別係洗手盆，有時分開都有好處，可以分開梳洗，慳返啲時間。浴室整體用料都幾靚。5星酒店通常都會提供浴袍，有需要都可以着住佢去游水。茶水間裏面嘅茶包飲品放得就比較隱蔽，雪櫃裏面嘅飲品就需要付費。插蘇位就冇 Type C 或者 USB。酒店設施嘅開放時間：健身室朝7晚10，泳池中午12點到晚上9點。中意飲酒傾偈嘅，佢哋仲有一個酒吧，營業時間晚上8點到凌晨2點。酒店裏面都有一間中餐廳，聽講佢哋嘅飲茶點心都幾好食。佢就係位於4樓嘅九富樓，房客幫襯有85折。見到酒樓環境都唔錯，又光猛又寬敞，喺度食嘢都幾舒服。呢度啲點心款式都好多，呢度落單就唔需要用 QR code， 可以喺點心紙上面直接剔。對於老人家嚟講就比較方便。今次我哋嗌咗14樣點心，喺酒店嘅酒樓飲茶，用餐環境同埋食物質素通常都比較好，預咗價錢都會比較高，但係最緊要好食。今次呢間九富樓真係冇令到我哋失望，點心水準非常高，蝦餃燒賣好食不在話下，炸嘅點心都做得好香脆，蝦肉夠爽彈。最驚喜嘅就係糯米雞。糯米夠黏糯，唔乾身，裏面啲餡料都好豐富，又大件又好食。呢一餐有85折，每人平均大約74蚊人民幣。飲完茶就 call 車去景山索道，城市陽台亦都喺嗰邊。景山索道可以坐纜車上山，落山有2種方法，可以坐返纜車。如果想玩得刺激啲嘅，可以選擇滑道落山，成人票價。纜車加滑道就80蚊，纜車來回就70蚊。小童同埋60歲以上長者有優惠，纜車來回50蚊。呢2個組別就唔可以玩滑道，因為比較危險。另外，孕婦、高血壓、心臟病同埋殘障人士，為咗保障佢哋安全，都唔可以玩滑道。如果可以玩，真係有幾刺激。嗰日星期日下晝都唔係好多人，好快都上到纜車。一個纜車都可以坐到8個人。景山嘅高度唔高，呢個纜車上山頂都好快，3-4分鐘就到。想去纜車裏面影相嘅就要快手啲啦。背景呢個海灣就叫做香爐灣，沙灘位於市區都比較罕見。話咁快就上到山頂，上到一出閘，喺山頂呢個平台算係最佳拍攝位置，高居林下，一覽無遺。遠處可以見到珠海嘅地標日月貝。日月貝其實係珠海大劇院，佢位於野尼島上面，每日都好多遊客去嗰邊打卡影相。島上面有綠色通道，可以踩共享單車遊島，周邊亦都有設施，有商場，遊客都可以嗰邊消磨一日。
今次就冇去到日月貝，喺山頂遠望，打張卡就算啦。跟住喺山頂周圍行下，行到再上一層，見到好多人排隊，大部分都係年青人。原來係排隊玩滑道，可想而知滑道係幾咁受歡迎。喺佢哋排隊嘅位置，望出去就更加開揚，更加遼闊，可以見到城市陽台同埋幾個珠海嘅離島。索道定係滑道，最緊要在一度。情侶想掛呢啲同心鎖，可以去山頂嘅商店買。喺山頂行完一圈，落返地面，就喺城市陽台附近行下。呢邊就有啲商場可以休息飲下嘢，又可以喺平台上面近距離咁欣賞周邊嘅景色。呢條沿住岸邊嘅馬路就係好出名嘅情侶路。喺呢邊一邊揸車一邊欣賞美景，夠晒浪漫。喺呢邊消磨咗一個下午，接近日落黃昏，跟住喺路邊截的士返酒店。之前講咗會喺富華里食晚飯，今次我哋揀咗大河上下食烤鴨，因為冇訂位，現場攞飛就要等個幾鐘先有台。今次住酒店住得近，方便可以盡用酒店嘅設施。等位嘅時間比較長，朋友都爭取時間去酒店嘅泳池同埋健身室玩一陣。見佢哋嘅健身室都幾大，基本嘅器械都有。泳池就喺戶外。等咗大約個半鐘，大約8點零鐘就有位。上到去一出 lift 就見到個烤爐，烤爐掛滿晒啲鴨都好吸引。大河上下呢間鋪頭出名食果母烤鴨，珠海僅此一家，所以呢間鋪頭都好旺場，經常要等位。我舊年嚟過呢度食晏，覺得佢哋嘅烤鴨好好食，所以今次帶埋朋友過嚟呢邊，坐低就先送一盤棗，食落都好爽脆。冷盤就點咗例牌嘅脆皮鹹雞，呢個例牌都有10件8件，見佢啲皮都冇乜肥，整得都幾好食。跟住師傅出場，呢個就係果木蘇不利烤鴨，睇落隻鴨就唔係好大，但係燒得好勻循，新鮮烤出嚟熱辣辣，成隻鴨都立立令，現場都聞到香味，真係睇見都流口水。整套嘅價錢就包埋配料，紅色一條條嘅就係山楂條。等緊烤鴨嘅時候，其他嘅餸菜都陸續上台。呢個乾撈蝦球粉絲煲炒得夠乾身，夠鑊氣，蝦球又爽彈，69蚊都好抵食。佢其他嘅小菜價錢都唔貴，有啲30幾蚊，有啲60幾蚊，食材嘅質素同埋味道都幾好。呢個39蚊嘅豬肉水餃有12隻，趁熱食都好好食。片皮鴨上台，片得都好靚，見到啲皮下面都冇乜脂肪，食落啲皮都好甘香，鴨肉又嫩，真係好好食。呢個牛肉餡餅煎得都好香口。除咗烤鴨，呢個松子桂魚都係嗰餐嘅重頭戲。桂魚嘅魚肉質都係比較好，炸得都好香脆，甜酸汁帶啲微酸，配翻炸過嘅桂魚肉，味道非常之夾。呢味餸個個都食到舐舐脷。最後飲埋白菜豆腐粉絲鴨架湯，份量都幾多，8個人都夠飲，39蚊都好抵飲。呢個咁美味嘅晚餐，食咗974蚊，每人平均大約122蚊，可以話好食又抵食。臨走之前同朋友慶祝生日，當晚大家都盡興而歸。食完飯出去富華里呢邊行下，我哋11月頭嚟到呢度，富華里呢邊仍然保留返10月底 Halloween 嘅佈置。呢邊有一間 Pop Mart 賣而家好流行嘅公仔，最受歡迎嘅相信都係呢隻啦布布，有大有細，有啲仲要冇貨。想買到真貨，最穩陣就喺鋪頭買。朋友見到都忍唔住買返隻。我哋嘅酒店就喺呢個公仔後面，非常之近。上到房就見到酒店送嚟嘅蛋糕，非常之靚。因為啱食完飯都食唔落，先放入雪櫃留返第二日食。柏爾曼屬於5星級，佢哋嘅自助早餐都會比較豐富。入到去餐廳嘅面積都好大，夠晒空間感。食物擺放嘅位置都分得好整齊。呢邊係粥類，除咗白粥、綠豆粥，有比較少見嘅窩蛋牛肉粥，有香口嘅炸物，有油炸鬼、炸雞塊、咖喱角，有多款蒸點，包括叉燒包，仲有綠雲吞。
呢邊就係多款嘅麵包，包括牛角包、一口酥、牛油麵包布甸、法包、多士。呢邊就沙律區，仲有意大利腸、雞胸肉、煙鴨胸、酸奶，有啲提子乾、杏仁片、香蕉片，4款凍果汁、檸檬水，多款早餐粟米片、熱牛奶、低脂牛奶、熱茶。送粉麵嘅餸菜有醬香雞、番茄炒蛋。湯底有牛骨湯底、即煎蛋類，水果都有5款，有啲蛋糕、麵包，有朱古力醬同埋果醬俾你揀。有燕麥粥、豆漿，熱食都有好多款，浸火腿、煙肉、豬肉腸、雞肉腸、紅燒肉、辣茄子、布拉腸、自助咖啡機。呢個自助早餐款式都算好多，嗰朝嘅時間我哋要比較充裕，可以慢慢食，都食到幾多嘢。餐廳外面都有啲露天座位，中意嘅都可以坐喺出面食。check out 之前都同朋友分享咗個蛋糕，味道都唔錯。大約11點半就 check out， 行李就寄存酒店。check out 嘅時候喺佢哋嘅酒店頁面留言，佢會送一包曲奇餅俾你。佢啲曲奇餅都幾好食。跟住就去豬肉婆食晏。豬肉婆其實都喺景山索道嗰邊，佢哋出名食順德菜，總店就喺順德嘅容桂嗰間，我都去過。珠海係佢哋其中一間分店。呢個鳳城廳係大廳，有落地玻璃，比較光猛，可以望到出面嘅景色。嗰日比較滿座，就坐咗隔籬嘅貴州廳。今次約咗一位喺珠海住嘅朋友，呢一餐變咗有9個人。大廳嘅茶位就10蚊一位起，另外有加1服務費。茶市午市9點到2點，中間都會落場。晚市5點半到9點，呢度落單都係用 QR code。落單之前都出去睇下佢哋嘅點心圖片，睇下有啲咩特色點心。有海皇小籠包，香港好少食到嘅臘味蒸芋頭糕、茶樹菇燒賣。我好想試佢哋嘅馬拉糕。呢幾款就比較有順德特色。朋友見到有豬腳薑，都即刻話要食。傳統炸芋角都想食，點知賣晒。其實佢哋真係有好多特色點心，但又冇可能每樣都試晒。蘿蔔絲酥餅我哋有點到，更加多嘅點心選擇就要喺 QR code 裏面嘅餐牌裏面揾啦。我哋總共點咗15樣，不過有2樣就冇，取消咗。呢個南乳芝麻餅，外面煎得脆，帶少少南乳味，裏面啲餡料就鹹嘅，食落都幾好味。呢個茶樹菇燒賣就撈埋啲豬肉，食落都幾大牙。呢個不一樣的羽絨餃，原來一籠都有10件，皮薄餡靚，相當抵食。呢個豬肉婆海皇小籠包一定要嗌，啲豬肉又新鮮，肉汁又多，皮又薄，咁好食嘅小籠包真係未食過。豬腳薑都好味，豬腳炆得夠腍，薑都夠辣，個甜醋都調得好好。呢個蝦餃王真係夠大粒，蝦餃皮夠薄，夾起都唔會爛，啲蝦又爽。呢個馬拉糕蒸得好鬆軟，蔗糖都好香，又唔係太甜。墨魚粟米餅同埋煎魚餅煎得夠香口，食落都好大牙。呢個甜水蘿蔔絲酥，外面就炸得好鬆脆，蘿蔔絲都刨得好幼，佢冇乜特別調味，但係就食到蘿蔔嘅鮮甜味。佢呢個做法，蘿蔔需要非常之靚，先可以突出蘿蔔嘅鮮甜味。喺大眾點評打卡，佢哋就送咗5碗焦糖豆腐花俾我哋，啲豆腐花都好滑好香。今次我哋9個人食咗877蚊，每人大約98蚊。今次係我第一次食豬肉婆嘅點心，俾我嘅感覺就係佢哋嘅食材新鮮，
點心做得好有心機，質素好高，就算價錢貴少少，我都覺得物有所值。佢呢邊都有好多地方俾你行，呢度都有個大水池，養咗好多錦鯉魚，仲有好多懷舊嘅裝置，俾你哋喺度食嘢之餘，都可以周圍行下，打下卡，影下相。好多影視明星都有幫襯豬肉婆，老闆娘就將啲合照擺晒出嚟。睇返上足嘅明星，當年都好後生，中場休息就要清場，跟住行返出去。豬肉婆外面嘅露天地方都好大，前面有個大水池，可以周圍行下坐下，後面就係景山。我哋喺度都影咗啲相。跟住搭車返返去酒店攞返行李，再 call 車去港珠澳口岸。去到口岸差唔多傍晚，喺口岸商場裏面食碗雲吞麵，跟住搭返金巴返香港。今次喺中山同埋珠海都享受咗好多美食，朋友都非常滿意呢個旅程。如果大家食過中山同埋珠海嘅美食，歡迎大家留言分享。4日嘅中山珠海自由行到此為止。多謝大家收睇，記得 like、comment、share、subscribe，我哋下條片見啦，拜拜。